亲啊，3天的假期，嘛会当安排到台南的安平港。伫顶个月开幕的迪士尼的庆典，即摆搁来加入到这超大身的冠风的翁仔米奇甲米妮，是顿卡翕相真理想的所在。边仔搁有安平古堡、安平老街，嘛会当食到上界正版的台南的美食。 朋友这边，大家摕手机啊，一直翕相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，拢要来含这对古锥艋舺角色翕一张相。Mickey 经典红色底裤、黄色鞋啊，米妮穿一束红色洋装，头毛白揪揪。迪士尼好运翁仔6号开始含真正的祖母祖母，就会出现在台南安平的运河边。从嘉义耶，蛮可爱的。先过来看半明那个。 廉价会很多的，刚好小朋友来这边，我们顺便知道有这个景点，顺便来参观一下。有人去就带动买去，边仔安平老街业者已经准备好一箱搁一箱的货，要伫咧国庆连假赚观光财。我们呢连夜赶工备货，就是要给游客呢。 更多的伴手礼可以带回去。来到台南，买来阿母寮菜市啊，体验过去时代，亲像用手写的看板，搁有好食的卤味、肉酥，或者是贡丸，讲是台式的米其林。老台南人来讲，阮有足侪店拢是无想要讲的，因为迄是阮要食，可是我搁足想要甲这个好的气味，互大家人知影。迪士尼角色的总体家规啊，准备要为台南带动国庆观光，即摆已经成55万人来这行搭，活动会继续动到10月底，预计超过8万人。10公尺高的巨型的陆上装置物哦，有米奇跟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游台南。 市长黄伟提嘛讲，接落来还有精彩活动，欢迎民众伫咧国庆连假来这老老实实的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